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我来天天开心呢，是全新的节目哦。对，绝对唔是重播哦。哎，你刚才听到迄片头的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迄个唱的过年，你就知影讲，真正新加入的阵容，我来唐丽系。大家好，这首歌就是我唱的，真欢喜会当参加这个全新的节目，参这3位前辈学一寡新的物件。大家拢讲咱前辈，重点是吼，看天天开心呢，天天又开心，吼，就是讲要互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愈来愈开心啊！我今仔想到啊，咱这个社会吼，科技愈来愈发达，少问两位时代吼，这科技呢，到即马目前为止，有啥物恁两个学袂晓的呢？讲到科技，我上头家听，大家拢叫我电脑白痴啊！我吼一个叫我找迄落啥物小老鼠，我咧找鸟子，找点我怎啊拢找无。你笑死啦！你这大汉啊，找一两鸟子找无。对啊，你是捌啥？那电脑我足厉害。哦，哥哥你晓啥？最近帮我用拍电动玩具。哦，厉害呢！但是电脑吼，唔会当拍电动玩具，可能看电视，可会当买物件。唔是安尼尔，佫会当找男朋友、找女朋友，尤其你上忝用。哎呦呦！我即摆用电脑无要找男朋友啊！我即摆是吼，看是要订飞机票，是要订这高铁票，反正吼，你伫电脑顶面，你有需要用到，日常生活拢总会当用。但是看到电脑，我上气哦，气哦，电脑就是点啦。我某安尼为了看迄个韩剧安尼啊，哦，你看到天光啊，锁安尼讲，哎呦，电脑是我的老公安尼啦，哎呦，为了电脑不爱我啦。真正呢，电脑吼，互人又爱又恨。咱若好好使用吼，伊对咱就帮助的。啊，若用了不好，可能会违法。哎呦，各位观众朋友来，咱全新的节目甲看落去。来。糖糖，老早。阿姑老早。你用迄个电脑你做你的功课啊？唔是啦，我咧设计网页啦，要甲咱的迄民宿吼推广去你网络顶面。哎呦，电脑这个哦，我是要听讲电脑讲会滚土豆。即马原来会设计网页贴咱民宿趁钱啊？是啊，即马吼，这个网络行销吼，足方便的。我想讲吼，甲咱的民宿放去你网络顶面吼，会当吸引搁较侪少年人来住咱的民宿。哎呦，糖糖哦，真正哦，阿姑无白听你啦！你安尼遮尔认真，搁遮尔熬读册，搁替咱民宿趁钱。我跟你讲，阿姑哦，一定要买礼物来送你。哎呦，阿姑，唔免啦，你互我直接大，啊，搁互我食。啊，搁互我零用钱，我吼帮你做一寡代志是应该的。啊，讲真经啦，阿姑干你这个月生日啊，无听你无是要听啥啦？哦，谁啊？大哥，啊你那么用啊？会定，我知，哎，糖糖，哎，去兄一下水，我小得泡茶来请会定。好啊，糖糖，妈妈你好。哎，会定，今日来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吼？无啦，无啥物贵事啦。我是来遮吼，特别甲你提醒一下啦。讲，假使若有人客来要遮住暗吼，恁爱确确实实甲做一个登记啦。啊，毋好做一寡违法的代志，知影无？袂啦，会长你就知我做人老老实实啦，就人客来，拢照要甲登记，一定要提身份证来嘛。我无可能讲做迄款乌落无济的代志啦，爱留一支哦，会长。啊，你拢逐个月来一遍啊？无，逐个月来，6个月拢来一遍检查啦，我哪有可能后边来？对。嘿，谁啊？无简单呢。你也晓用电脑来推销恁的民宿啊？你讲这啊？电脑这简单啦，这小 case 啦，对我来讲是 OK 啦，OK 啦。嘿，
真正无得看呢哈，确实是乌干那地豆的哦。你不但哦会晓用电脑，而且佫会晓唠英语啊。钦佩钦佩，无啥无啥，无啥无啥。困饱啊？哦，啥物在困饱？我伫内底哦，目睭刻刻在想代志。我咧想到底用啥物办法，会当互咱民宿的生意愈来愈好安尼啦。困就困，我讲到遮好听，我袂跳针呢。你咧想啥物办法哈？要互咱的民宿生意愈来愈好，啊那你哦，我毋敢忙。哎呦，姊啊，你莫看你啊无点啦，我甲你讲哦，哎呦，姊啊，啊这敢毋咱楼顶房间的相片？你甲放落电脑内底哦。我假熬咧，我是拜托糖糖哦，爱甲我盗用的啦。伊讲我那相片哦，用咧网络，即摆拢网络啊，足侪人拢看网络对无？安尼甲我铺上去吼，安尼人足侪看到咱的相片，啊，就咱的生意愈来愈好。哦，姊啊，你嘛拜托的，啊，这个小可代志，啊，就去拜托对面咱咧死对头迄糖糖哦，啊，你交代小弟我就好诶。君啊，喂。电脑呢？你会晓？啊，电脑啊，迄哦，我当然会晓咯。是真的？当然嘛真诶。啊，毋过我干会晓一丝尔啦。啊，就我那吼，迄糖糖教诶。哦，敢若底豆油无底看，是讲哦，有心就好啦。啊，虽然讲敢若一点点啊会晓吼，嘛是够啦。哇，天要落红雨啊！阮姊啊，佫会甲我学咯，哇，我爽！啊，做了好，都无学咯。真正哦，姊啊吼，我安尼做你小弟遮久啊吼，第一届条你甲我学咯。头家娘，好啦，会你啊。这啦。车子啦，会长，你是不是要来讲吼？啊，都爱照实登记，毋好做违法的代志，对无？嘿嘿，君啊，啊你秘书敢若会晓通灵的呢哈？我未开喙你就知啊。啥物叫通灵？我会晓通肠呢。你即句代词哦，讲几啊年拢无变啦。真啊，你慢慢安尼，啊，这个人个会长的责任，伊的工课，你讲吐槽啦，莫见怪啦吼。袂啦袂啦，我就知影恁群啊吼，平时总爱讲笑的啦，我袂怪伊啦。对啦对啦。对啦，头家娘，啊你毋是讲要办什么资料？啊我即马有闲咧，我陪你来。有影吼，哎哟，较早你来，你无讲我煞袂记呢。安尼有咱来吼，我含会长来处理代志，啊你就点讲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来哦，啊这拜托你呢。袂啦袂啦。哦，啊放心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啊若讲吼，这店吼交代我吼绝对妥当的啦，我会顾到好势好势啦。嘿，电脑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糖糖，老早。阿姑老早。糖糖，哇，真骨啊呢！透早安尼甲店面安尼变甲安尼清气当当。清气吼。嘿，啊，我早顿煮好，你要食有饱，若精神较好，安尼吼较无烦恼。好啦，我知啦，阿姑，等下我甲这玻璃，啊，搁这桌啊、椅啊、切切的，我才入来食早顿。阿姑佮教你，即款的汤羹的玻璃吼，你要用迄清洁剂转转，啊，然后用迄个报纸切切，安尼哦，滚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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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糖糖，熬早。阿姨熬早。笑死人！啊，这人阵是几点啊？搁你讲熬早，你无看日头晒落你的骹床啊哟！我跟你讲啦，啊，若切头家剩了讲切落你即款员工哦，真正有够衰的，了死我跟你讲。嘿啦，啊无多啊，像像你这好命，有一个安尼吼，遮尔欠开的卫生女安尼甲你斗相共，啊无多啊，我就甲你一个戆小弟，当然甲你袂批评的啊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当然欢喜啊！敢若一字数。阿姑，你嘛莫安尼，啊，咱大家拢好厝边啊，啊，你莫甲阿姨口水啦。糖糖，无要紧啦。吼，啊，等恁阿舅哦，这个死人型吼，我有当作透早去互教规个。什么死人搁狗啊？这个笑死人！你安尼讲安尼都，人客，来。好，人客来啊。
来面坐，来面坐。哎，我是位网络顶管，看恁民宿的介绍，今仔总讲会到。唐唐啊，你有听无？我看了民宿介绍啦，哎呦，迄网络的咧，赶，请按哪。来，你啊看，本来透早就有人去进岛，好爽，恁无哪爽？喂，钱啊！哦，你小仔透早透遐大细声，你咧欺阮姐哦？我当时求恁姐啊，恁姐是咱这好爸母的，上敢求。迄个7月半啊，毋知死活，毋知敢求。我著明明亲目睭看，你都讲无你啊！要紧，少人哦，莫甲伊踮这个闹咧，无菜干啦。啊，走。好。哎，来！我呀，来，你嘉宾到底？来，阮这吼，我咧天民宿，哦，天互你暑假足爽。好，我面较开心，好，我面是设计完再来给咱，我这边好。无啦，我是要来开新民宿的啦。哇！金棒，大手金棒，哈，有听到无？迄阮的人客了。对对，钱啊，迄耳啊吼，莫定定要咧啪啦，听真足啦。毋是干那恁透早有人客，来阮透早有人客。来客，来这哦，来，豆吼。恁姐嘛是古锥的，怎啊拍，你拍个较袂着钱？哎，拜托的啦。安怎？拜兄弟啊，你妈妈安尼透早吼，啊你就甲阮姐人我生气，火气遐大吼，安尼面大面细，我规工是足歹过日的，你知无？滚啊！我甲你讲，所以你这两摆，你无听人讲无冤无家不成家，对，不成夫妻啊。啊，我对恁姐啊吼，遐个意思就讲，安尼较亲啦。对啦。哦，你这个老干神你我掠着吼。哦，哎呦，你的心机有够重呢。你这要讲出你的真心话哦。当时你是咧叫阮姐哦。加减啦，淡薄仔啦。来，这边，走。喂，这边较好。好啦，算轮流啦。诶，安尼嘛袂歹哦。钱啊，若甲阮姐啊，若杀做对，这间天，互我这间开心，两间若搁合作伙，换我咧管理，我著做总裁。哦，总裁足大咧，大甲内湖袂经理哦，哇咧哦，嘿。头家娘啊，恁的广告哪遐尼无实在啦？迄房间哪会差遐尼济啊？无啦，人客，你即摆咧讲啥？我哪有听拢无着？你莫阁假啊啦！恁网络顶悬迄相片，房间内底明明就有客厅、下间啊，阁有按摩浴缸，结果咧内面啥物拢无啦！无啦，人家咧爱讲笑，你也看唔着呗？阮这民宿哦，也毋是咧啥物5星级的大饭店，要哪有可能迄种设备啦？我哪有可能看唔着？来，我用你的电脑抄你看来。你家己看，这明明就是恁开心民宿的网站，阁有啦，房间内底阁挂即落按摩浴缸的3不如，结果咧内面竟然啥物物件拢无啦！无啦，哪咧？恁安尼广告吼，伤无老实啦！迄若要较严重，我会使告恁诈欺呢。我看吼，你还是紧甲这电脑顶悬的相片摕落来啦。我无爱倒啊！无啦，人客，看上诶，无啦，迄5位啦，嘿，那死心的。姐啊，这个人客敢拄认识嘛？啊，来，你走啊哈！哎呀，阮啊，你电脑哦，叫骇客入侵啊！哈？骇客？倒你甲我讲，我来甲伊输赢。你遮无嘛，倒一个要想死囡仔，无天无量啦，用这个相片讲用咱的网站啦，人家一个来看看哦，甲咱的房间无共，我就无爱带做走啊。你相片倒我藏诶。啥？你藏诶？对啊，我想要推销咱的民宿哦，相片下较水的哦，人客唔才会入来，生意唔才会旺。人客来是有啥物路用啦？相片，搁网络站顶面互看相片，拢无共款啦，甲咱房间人去设备拢无共，人看看就无介意啊，讲咱欺骗啦，就无爱。这间啦，你话，你带这两个警察大人来是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代志大条啊啦！我毋是逐个月拢来，来甲你讲。都爱老实登记，莫做违法的代志。对啊，你是安怎搁做啊？你走我就袂记你啊。吼！你实在真害呢哈！
啊无代无志用别人的相片哦，啊放到恁的网站顶头，啊咱别人吼要告恁亲家嘛啦。啊，这严重哦！我姐啊喂，姐啊，别乱啦，别乱啦！你问我不来跋杯？要安怎？我看哦，你等咧关啦，时间哦，关到洗衫无？啊，我后面。这民宿的胡建林是啥？带我来派出所做交笔录。哦，胡建林是伊啦，姐啊，紧甲人去做笔录去。相片你藏的啦？相片伊藏的啦，伊根本无代志。你嘛要带我来。我会辜负你啊！你啊，伫遐搁假死假我哦，我加你告你一条妨害公务哦。妨害公务哦，姐啊喂，别乱。对啦，我还甲车落陪啦。代志拢处理好势啊，感恩呢，多谢，连刚请你食饭，好，再见哦，好。阿姑，哎，你代志拢处理好势啊？当然嘛，处理好势，有你能够出面万寿客啦。阿姑真赞的呢，好你家才有你，啊若无吼，迄李阿姨插阿公哥哥伊都害咯。好明仔哦，迄头家哦，愿意甲恁和解啦。啊若无吼，恁即间民宿吼，准备人去关门啦。而且哦，恁家底啊，准备人去关。总嘛，我这讲小弟啦，做这个戆代志。我也知，我是讲要民宿的生意较好的，我毋知今日就有迄个按摩椅讲迄个相片甲迄落，我把纸伊迄张袂。阿公哥哥，我甲你讲，迄你藏别人的相片吼，这是一种侵权行为呢。而且吼，咱这个相片有肖像权哦。你若无经过人的同意，你就黑白藏起来，人会甲你告呢，后摆袂当安尼啊。安尼你知无？这只不过是甲你淡薄仔教训，唔通讲贪了一时方便，啊造成了一世人的后悔。我甲你讲啦，到时哦，你买哭都无目屎，我甲你讲。知吼？啊若要讲这哦，这件代志恁爱感谢青啊。若毋是青啊，甲对方的头家哦是马市的好朋友哦，伊安尼有喙讲甲无喏，安尼甲对方一直拜托讲叫因哦爱原谅恁，莫甲恁告啊。啊若无吼，恁家底啊，免哪有可能讲遮尔平安就倒转来。感谢你啊，青仔哥哥。喂，你安尼声呀声呢，我规身躯的骨头强要锁去。你头拄才讲我小狗尔，即摆就来甲我洗倒声。你敢若讲吼，透早食西瓜，半暝反正共款，以后对我较好就好啊。好啊啦，恁两摆搁倒来做山开啊啦。姐啊，我去警察局吼做笔录吼，真忝，巴肚搁枵啊。去撒一滴卡米线来食过一下运哈。哎呦！对，来撒一滴卡米线。好，我讲，到你去上班。我金人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日要讲的俗语就是“树头果栽，唔惊树尾做风台”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做人吼，就处事咧一定要做端正。你若是行得正吼，你出去唔惊风雨来甲你中伤，尤其吼有少年要来甲你陷害，咱拢唔免惊。对，啊，搁有哦，做代志袂使贪小便宜。你若贪小便宜吼，哇，后悔莫及，真正的。啊，若讲到这贪小便宜、做生意的吼，上高安尼啦。啊，若讲到做生意，我就搁想到高群哥哥你。我最近做真侪生意。对啊，尤其是迄什么汤仔鸡哦，汤讲呢，但是你都爱记，千万唔通去用迄落还袂够加鸡，啊无就破病鸡。迄安尼会讲害到人的身体歹，你知唔知？但是你若讲钓鸡这迄那真咸酥鸡嘛足芳的，但是迄种面，迄食了人会冒会破病。你看迄个鱼啊嘛共款啊，无青的落去煮，虽然芳讲讲，但是吼食起来嘛拢做唔冒。我咧用东江的啦，我拢外青的咧。人高群伊用的鸡拢是咧活跳跳落去煮的。无啦，那个别人太变的啦。对啦，对啊，上煮都活跳跳，上煮啊。啊，若讲吼，做生意实在，我就想到蚵仔面线。蚵仔面线，尤其是蚵仔面线，你讲喙讲蚵仔面线，结果一个无半块蚵仔，蚵仔这嘛是面线，那有什么面粉啊，比蚵仔较济，你找无一个蚵仔。有的人你讲咱去买泡面无？吃讲什么牛肉面，迄
牛肉偌大地，一个拍开内面也无块牛肉，这就是做生意无实在。你若安尼讲，迄佛跳墙，你个内面甲乌看有佛无？嘛无佛啊！你是比有够倒去啦，哥哥。啊，那但是若讲了，我咧做生意较实在。我的烟钱逐条拢足实在。哦，你伊烟钱哦，拢真巴甜啦，哈，啊，搁香公公啦，有影啦。尤其是真正甲咱今日演的戏共款啦。对啊。像你讲做民宿，啊，你就吼照实在就好啊。用迄无实在的相片，根本内面房间无够大间，创啊遮大间，相片创啊内面后啥物咧按摩浴缸，哦，什么八爪鱼？哈，这做生意就无实在。你看变到人客去了后，虽然鱼会来，但是伊无大。搁退房，你搁损失，就好啊，小贪软家啦。对对。啊，无啊咧找碗粿倒塌。所以人讲即嘛有迄落智慧财产权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你用别人的迄相片来当做家己咧使用，迄都是违法的代志啊嘛，袂用安尼做侵权对啊。所以呢，茫讲咱来天天又开心呢，嘛会当互咱的观众朋友呢增加淡薄仔常识哦。是啦，啊，这时间你过安尼咻一个安尼真紧30分钟，过就过过去啊。是。要奉劝大家，咱做人处事，咱都爱义爱实在。今夜雨绵绵，孤单心稀微，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，窗外的雨水是我的情泪，思念的歌不停诉爱你，一粒心。永远袂平静，才知爱你这呢深。我永远爱你，想你心痛无药医。为何命运来创治，逼咱爱分开？你敢知爱你，想你喘气？相对，踮伫无你的世界，人是乌云天。分开天也青，又是心月圆，无情世界等待有。